平南到日时啊，合欢山武岭对大塔车交通乱糟糟，实在是真危险。有一个民众暗时啊，骑奥多摆上山，透早落山的时，那像是因为伤忝，一个细心抓去弄到对向轿车。警方讲会加强执法的力头，嘛提醒乡亲驶车、骑车的时，千万要确定身体状况，确保安全。这台机车行到一半，煞向对向的车道冲去，对向的小客车未护险，两台车发生对撞。疑似违规跨越双黄线，撞上对向的白色自小客车，造成诚信骑士多处擦伤。警方初步排除双方有啉酒。初七早起8点外，19岁姓陈的查甫人骑机车为南投雾社往埔里行驶，好亲像神去下过双黄线发生交通事故，查甫人真侪所在受伤，目前还搁伫病院急救。现场看到的人伫摇，好亲像暗时冲去武岭上忝。停得满满的，拍谁？我是被迫要开到中间的，我被迫开到中间的。民众有翕到通往武岭的第14架线两边，互违停的车占去，完全无空棚。游客被逼爱行伫车道，车敢来当下过双黄线行。武岭这边搁较旱，客家无法度通过，人阵车流甲暗暝照甲光影影，道那亲像菜市啊共款真热热。不过这个时阵是透早4点外，当地民众表示，这个月就要迎接耶诞节甲跨年，差不多每礼拜六拢是这种的景象。停车的部分没有规划得很完善，对，所以就是车流量太多的时候会全部都塞住。本分局已经加强疏导以及取缔，那本日一共开出5张罚单。警方表示，当地设有公路最高点，佮因为是宽岛车集合的热点，所以若到特殊假日，都会真侪人甲车。除了加派警力维持交通，嘛会加强执法，民众嘛爱注意家己的体力，确保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